按那个影片标题右边有个向下的箭头，那个是 V 的，像英文 V。你看有个显示转入，稿了，显示转入稿了，按一下哦，很多内容呢。如果英文的翻译成中文的，学习很方便呢。左边那个时间戳，记啊，把它按下去，就会马上播放那个时间点的影像内容。可以啊，不是马上播放啊，可能先连接到那个影像，按一下，你看，连接到那个时间点的影像，再按下去就会播放了，不是按下时间戳就立即播放了。